歡迎大家嚟到寶寶博士學中文。如果你有睇開我嘅頻道短片，你都會知道我好喜歡教大家喺生活中取材。因為我好鍾意食三角朱古力，所以我見到學生對於學議論文覺得好困難嘅時候，我就嘗試諗下究竟有咩方法可以幫到佢哋呢？有啦！就係呢一個議論文三角朱古力，係我獨創嘅學習方法。今日我就揀咗 DSE 裏面嘅範文勸學，去講解一下點樣應用落去我自創嘅議論文三角朱古力裏面。點解我會揀呢一篇範文呢？因為我會重點訓練學生熟讀 DSE 12範文，務求令佢哋喺公開試裏面可以搶到多啲嘅分數，順利入到自己心儀嘅大學。另外，呢篇文章嘅結構非常清晰，好適合用嚟做例子。而家我就用寶寶博士自創嘅議論文三角朱古力同大家講解一下。朱古力最頂嘅部分就係論點，學不可以已。而朱古力中間嘅部分就係論據，論據係支撐論點。勸學裏面用咗三大論據去支撐論點，學習不可以停止。第一個論據就係學習嘅意義係乜嘢呢？點解會學習唔可以停止啊？第二個論據就係學習嘅重要性，佢可以令你學習到知識，可以令你成為君子，所以證明咗學習係唔可以停止嘅。而第三個論據就係我哋學習嘅態度要係積少成多，要係專心致志，所以學習就不可以停止啦。由於呢一篇文章係節錄版本，所以佢就冇寫出嚟，佢最後有冇重新論點？但係我相信聰明嘅你一定都會知道，最後我哋重新論點嘅時候，就係再講多一次，學習係不可以停止嘅。如果大家想繼續跟寶寶博士學到更多秘技，就記得讚好、訂閱同埋轉記啦。拜拜。